咱来看最近这几年上港的会星紫金山，12个时是挖进地球的近地点，全世界各地拢有翕到会星的尾流。天文学家嘛表示，这粒会星说太阳系一年要8万年。咱的中央气象署嘛有发布，因伫玉山的气象站去翕到会星和玉山北方的相片。中央气象署玉山气象站的人员15伫玉山北方的山顶翕到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彗星长长的尾流划过那天白云，也会人看到玉山北方的白夜。这几年来上港的彗星紫金山阿特拉斯是真少目睭就看到的彗星，伊的轨道周期真长，说太阳一年要8万年。Well, this comet has not been in our part of the solar system for about 80,000 years. So that means pretty much the last time it came, the Neanderthals were still around, which is amazing.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9月28到近日点，了后10月12，彗星通过近地点上挖近地球，一旦观测到的光度大概是1定。即马全世界大家拢伫咧小看彗星，虽然推估6万年了会搁再出现，不过专家认为可能敢若这边尔。它就变成一个抛物线了。那这抛物线呢，就是两头都是开口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抛物线上运行的这么一个彗星啊，它进来以后再出去，它就不会再回来了。这粒彗星去年2月2日由南非的阿特拉斯天文台同步发现，经过比对，甲去年1月初9中国紫金山天文台通报尾失踪的彗星是同一粒，所以用2个的名合起来号名。估计伫20进前，彗星的光度又原伫咧4定以上，用相当望远镜看西边的天顶，应该就会当看到。公司新闻张伟林、吴继昌编辑。